荃灣葵青漁民會青英龍，你係23號旗，23號旗。集團有限公司私家大龍金杯決賽，注意4艘大龍，1號線同埋6號線係冇龍船，唔好入錯鋪。2號線道青英合眾龍，而家點名2號線道青衣合眾龍，收到你嘅線道1、2旗。顏色紅色、黃色中間。3號線荃灣葵青漁民會青英龍，你嘅線道2號、3號旗標中間，黃色、粉紅色中間。4號線道香港仔合和龍，你嘅線道3號、4號旗中間，粉紅、綠色旗中間。5號線道柴灣生力龍，你嘅線道4號、5號旗中間，顏色綠色、橙色中間。麻煩到咗去青衣合眾龍，盡快入河道。麻煩所有鼓手師傅執起頭繩。好，而家抄手師傅望望你嘅河道有問題，而家示意。鼓手師傅執起頭繩，注意冇1號線、6號線，唔好入錯鋪。好，我哋而家入線。1號後，2號後。
後3、4拉定，3號冇標前，4、5上，5號拉定，3、5拉定，2號後，4號上，2號後，3、5拉定，3、5拉定，拉實，4號上，2號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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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4號上，3、5掹定，4號上，2號掹定，4號上，5號後，4號上，3號後，3號後，3號後睇到5號後，5號後睇到。好，大家就一就啊，因為有啲龍船隊伍頭繩放盡啦。好，重新嚟過，2號後，5號後，3號拉實，2號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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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2號退後，2號退後，3、4、5掹定，2號退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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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